車係阿大哥，二車係 Tony， 三車係 Paul。係咪拍過啊？人大圈今生11.2082個人大圈處於11.16秒，個人大圈域11.029秒，全場最大圈速大師兄10.973秒。好，暫時頭車都係大哥 Jeffrey， 二車係阿 Paul， 三車 Tony、Anderson、Junior、阿成、Rick、森。咦？阿森去邊啊？最大圈速大師兄10.761秒。頭三車都係同圈㗎，14圈。個人大圈荷蘭城11.211秒。哇！二三圍好貼，二三圍好貼。哇！我阿พ่อ而家第二，第三係 Tony。阿成而家追緊上嚟啊，第四。個人大圈荷蘭城11.158秒。個人大圈11.008秒。2秒啫，唔使咁急咯。
仲有3分鐘，仲有3分鐘，暫時埋咧係 Jeffrey、Paul、Tony、阿成、Jimmy、Anderson、Rick。好啊，歡迎阿森翻嚟啦！努力啊森，你仲有10幾個圈追嘅。車手一保羅29圈，車手二大哥28圈，車手三大師兄28圈，阿 Paul 上咗第一啦！個人8圈，大哥11.047秒。而家頭車係一哥，二車係大哥。車手一大哥31圈，車手二保羅30圈，車手三大師兄30圈，車手一保羅31圈，車手二大哥31圈，車手三大師兄30圈。個人快圈，大哥10.997秒，個人快圈，深11.006秒，個人快圈 10.940秒。仲有1分鐘，頭車係一波，車 Jeffrey， 車手一大哥大哥又上翻第一啦！車手二保羅哇，頭1、2位好貼，車手三荷蘭城35圈，好貼喎，頭1、2位，仲有30秒，仲有30秒。30.8努力咁噃！最後20秒，仲有20秒。差唔多啦！好，夠鐘，衝埋，大哥完成，我完成，後面完成，衝埋俾其他人，仲得 Anderson， 比賽結束。好，結束。